好榮幸參加今次金筆獎嘅評審。咁我哋帶好多小朋友咧翻內地咧睇一啲博物館嘅書法，但係咧今次咧見到金筆獎有成7萬多作品出嚟，我哋都好感到震撼。咁啊，見到啲小朋友對中國嘅國粹啦，其實咁熱愛咧，我哋都好有嗰個好欣慰，因為咧書法咧係中國一個國粹，傳遞咗一個文化精神。有小朋友喺今次嘅作品入邊咧，可以睇到佢哋對中國文字嘅個愛好啦，同埋個重視。除咗而家係電子世界之餘咧，佢哋更加咧用自己嘅手咧寫出自己嘅文字出嚟咧，對呢個文化嘅傳遞咧有好大嘅幫助。我諗希望呢個精神咧可以透過金筆獎咧繼續傳遞落去。